好，要开始进前，小甲大家讲者迄个，拄则文福长老伊上线了，搁离开吼，因为杨老姐讲，通知讲伊呼吸困难吼，所以即马过去病院安尼，咱遮可以祈祷安尼啦吼。好，咱先来祈祷。天阮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会当透过网络会当组织伫这个所在。阮要来查考出来及记，对今仔日开始，也恳求主你来帮助阮，会阮明白上帝你对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记载中间，互阮看见主你的救恩，是显明伫阮的生活中间。要开始之前，阮也特别要为着杨后姊妹来祈祷，恳求主你来甲伊三个对地，病院通知讲伊会呼吸困难，也恳求主你也甲因下者的囝儿是说三个对地，当因即时咧赶去这病院的路中，也保守因，也看顾杨后姊妹伫主面前献上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好，来，我来甲PowerPoint用起来吼。好，咱今仔日要讲概论尔啦吼，就是讲，大概出埃及记咧讲虾米货吼，咱大概有小可概念，知影整个的出埃及记的概况了后，咱则搁继续来较仔细来一张一张啦吼。我毋知影一礼拜我写一张写会起来无吼，不过我尽量啦吼，就是讲安尼。来慢慢来写吼，我写偌济，我就甲咱分享偌济安尼吼。好，出来及记是圣经的第二本册啦吼，伊是创世纪了后出来及记吼，连伊会去讲到五经啦吼，摩西的五经吼，这个及记基本上就是记载着摩西安怎出世，伊安怎受呼召，还是讲上帝安怎甲伊准备吼，了后安怎带以色列人来出埃及的整个的故事啦吼。好，我有画200迄个出埃及记的故事啦吼，这就是摩西伫山顶吼，上帝甲呼召吼。好，连伊后壁搁100啦。好，出埃及记是圣经的第2本吼，嘛是咱咧讲摩西五经中间的第2卷吼，第2卷对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吼，阮咧甲朋友讲，你若要背吼，真简单，叫做创出利民生啦吼。创出利民生就是圣经的头5本吼，我们就知道迄个顺序吼，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拄创出利民生就是这5卷圣经的缩写啦吼，你伫圣经看的时阵，你就看到这个缩写安尼吼。好，整个的出埃及记的人物，当然上主要就是摩西啦，伊是主角啦吼。记载着摩西伊的世代以色列所面临的这个困境吼，一个民众呢受到压迫，去互人失眠吼。上帝安怎来准备摩西呼召，并且是差遣伊来成做以色列民族的救星吼，律法的制定者、军事的领导者、神者的执行者吼。大概咱伫摩西的身上有看到无共款的积分啦吼。当然到落尾嘛有迄种祭司的积分，了后伊佫交互伊的阿兄阿伦吼。好，出埃及记的这本册吼，当然咱看到名就知影讲，就是一群人出埃及，咱嘛知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代志安尼啦吼。
所以英语吼叫做exodus 吼，迄个意思就是讲行出去啦吼，出走吼，出走the going out 吼，所以整个诶出埃及诶目的诶记载，就是咧记着一群人因为上帝恩典行出去即个埃及以外吼，对埃及行出来诶代志安尼吼，嘿。这是这个地图啦吼，这地图就是大概咱知影就是伊出埃及的路线图吼，咱看这个所在，这个所在是埃及啦吼，尼罗河伫遮吼，这个以色列人吼对雅各搬去到伫埃及的时阵，就去安排伫这个所在。吼，伫即个所在，然后因伫遮住430天了，出来去，吼，出来安尼，吼，但是即个真有可能的路线吼，因为咱知影伫因的时代，迄种的即文书的记载，并毋是介好势的时代，有真侪状况，咱只有会当用药的安尼来听吼，大概了解种情形安尼吼，伫遮吼，咱伫遮看到即个较特别的一个西长湾啦吼，这对遮来吼，咱来看伊这写的吼，伊这个所在甲即张图，伊咧讲的物件无啥共款啦吼，无啥共款吼，这个另外一个吼，这个另外一个学者所以我互咱大家看者是讲。咱对于圣经的文字去读的时阵吼，咱会当大概了解当时时的状况，但是实际是安怎，咱无在条去甲分互清楚啦吼。迄圣经学家甲即个考古学家因会去做即个讨论啦吼。不过就是讲，咱知影圣经记载的最主要的目的。是要爱互咱了解上帝伫迄个世代所做的代志，伊安怎保守以色列人做一个例安尼吼。好，出来及记的作者，互人公认就是摩西啦吼，就是讲摩西是出来及记，也是讲五经的作者，吼。但是阮咧读神学的时阵，阮着被训练啦吼，就是讲伫圣经内底五经吼，无一定是拢共一个人咱咧讲写册吼，有伊写册的用习惯、用词甲用法吼，伊写物件的文法吼比如讲像阮画图的人来讲，阮会讲伊这个人的笔调无共吼。伊笔调无共款，即个音乐学乐器的，伊译经的方式，足成某一个人，就是伊老师教的吼。所以这大概拢有一寡无共款的一个线索吼。伫圣经学家伊咧分析的中间，伫五经内底的写作方式有一寡无共款的方式吼，所以因虽然是安尼啦吼，不过就是因为迄个时代着摩西的代志，所以归纳做即个讲作者就是摩西，不过大部分的圣经学家拢认同即种的讲法啦吼，真有可能就是伊的时代因去收集安尼来吼，好。就是咧记载讲伊的特别的是第340年伊的生活，以及伊对上帝领受着奉调，就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个代志安尼吼。好，有人讲出埃及记是摩西的传记啦吼，但是一个较困难的所在就是讲。虽然大部分人拢会当接受啦吼，但是较困难的是讲，那传记通常拢会介绍足侪伊的背景、伊的成长吼等等的。但是咱若注意去看出来及记，大部分
拢咧讲到摩西后壁40天，第三个40天啊。头前的2个40天吼，拢一点啊就交代过去安尼啦吼。所以这讲要怎样做一个人的传记啊来讲，感觉较照实看安尼啦吼。嘿，但是因为安尼讲的是讲，摩西是作者的原因是讲马可福音第7章第60节讲，摩西命令恁着爱孝敬父母咧，讲到10条诫内底吼，第5诫吼这个路加福音20章37节咧讲，摩西已经证实有死人搁活这项事。伫刺皮小的记载顶缘讲，主是这阿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吼。这个罗马书第10章第5节讲，关于这个正着遵守法律会通成做义人这项事，摩西嘛捌咧写着讲。遵守法律命令的人，因为法律来遵活啦吼。所以用这3个经文，因就讲这是摩西写的册吼。当然也阁有其他的根据啦，不过迄是较重要的。咱讲用圣经去举证来证实圣经，这是一个真重要的线索吼，真重要的线索。年代到底是啥物时阵吼？对咱来讲是第一个较无啥重要啦吼，第二个就是迄个一个概念尔定吼。咱要对伫圣经所写的年去甲统计起来，大概是主前1445年，但是迄嘛无拄会作准啦吼。就是讲，我拄则咧讲伫当初时咧记载的较无遐尼科学化的记载，嘛无遮尔啊斟酌的记载安尼啦吼。伫阮咧研究圣经的这个历史的中间，也是讲咱将来咱教会要搁做一个150周年的这个历史的记载时阵，咱有一个部分是迄个历史资料，但是咱的历史资料，搁去互白遐家己咧吼，咱有足侪迄个记录簿无去啊吼，有一寡文书无去啊。好，要安怎？迄个部分就是讲。咱遮个长辈，咱去甲访问，这叫做口述历史啦吼。口述历史有一个好处，就是讲，遮个搁伫地遮个长辈，伊会当将伊的经验甲咱讲。歹处是讲吼，共款一项代志，10个人讲，有可能有10个版本，吼，足有可能是安尼啦吼。所以，伫当初是无有真科学的记载，这个中间到这几年，这会通做一个参考啦吼，做一个参考尔定啦吼。好，伫西奈山的时阵，到底是甚物时阵嘛无法度讲真确定来讲啦吼。但是就是讲，咱知影，这个圣经有甲咱讲当因离开。埃及的迄一天，以色列人已经带430担，所以意思就是讲，当创世纪的上落尾记载着雅各甲伊的全家70几个人，搬对迦南地搬去到伫埃及迄一天开始，算起甲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迄一天，拢总430担。吼，拢把这是圣经甲咱讲的吼，伫出埃及记12章的41节到42节吼，所以咱会当有一寡概念，知影即个年的概念所以430天的意思是啥物货？430天的意思就是讲，迄个时阵发生的代志，即摆人毋知影啦，吼，咱咧讲。像咱台湾228事件来讲，即马一寡莫讲少年人吼，甚至一寡中年人，伊就感觉讲，迄个甲阮就无啥关系，伊也无啥了解安尼吼。除非讲是亲像阮即种，受难家庭的是受害家庭的人吼，一直会纪念即个代志安尼吼。430天，毋是干那袂记即迄个时代历史尔定。甚至以色列人连上帝生做圆啊扁拢袂记哩啊！吼，咱伫迄个圣经的中间，当摩西受呼召要倒转去伫带领以色列要去
埃及的时阵，伊就咧问上帝讲，我要安怎介绍你吼？这咱斟酌咧读细节的时阵，咱会去讲着啦吼。好，创世纪47章27节到31节记载着上，就是用上起头啦吼，就是雅各因的全家吼来去到伫即个埃及的所在徛起吼，徛起伊伫迄个所在佮甲伊的囝吼，讲你着爱手抓吼，将来你爱甲我的身躯吼搬转去迄个故乡来埋葬安尼吼。好，出埃及记的目的是啥物货？出埃及记的目的就是要记载着上帝的救恩啦，吼，咱伫即摆大财节期已经进入上落尾啊，过来后日是迄个中秋节，中秋节了就进入伫迄个受难周，然后就过活节啦吼，就即个大财节期就结束啊吼。咱一直咧讲着过活节是上帝互咱世间人上大的救恩，这项代志并毋是干那对耶稣基督开始的。上帝的救恩其实是对于创世开始就已经一届搁一届，一届搁一届咧展现啦吼。出埃及记是一个足典型，也是足大的事件。毋但伫当这时历史的中间，毋但伫以色列人的中间，嘛是伫咱整个圣经的中间，伊是一个上明显的救恩的记载吼。上帝听到以色列人伫埃及受苦，然后伊就去准备摩西，呼召摩西，然后去互伊倒转去伫即个埃及来带领因吼，来赢过极权的统治即个救恩吼。过来就是要纪念啥？纪念上帝的恩典啦吼，纪念上帝的恩典。咱知影伫出来记20章是第一届咧讲着即个10条诫的诫命吼。30几章搁第二摆讲着重新刻法版迄个代志，然后伫申命记是第二届详细讲着10条诫命的时阵，讲着安息日上落尾安尼讲，恁着爱照耶和华你的上帝所吩咐的守安息日吼。你一切的工作袂当做吼，等等遮的落尾上落尾，即句话是足重要的。伊讲你着爱纪念伫埃及做过奴仆，耶和华的上帝用大权能的手伸出来的大手骨，甲你对遐带出来，因为耶和华你的上帝吩咐你守安息日。咱若倒转去伫出来记20章，看着守安息日上落尾所在，头前拢共款吼，头前遮拢共款吼，守安息日即个吼，甲即个6日第7日安怎，即拢共款。即句话两个所在无共款。出来记20章就讲，你着爱纪念上帝创造6日第7日休困，所以你着爱守安息日。伫遮无共款，就是讲上帝要爱因纪念上帝的大恩典吼，这是非常重要一个目的啦吼。当然，过来就是诫命，10条诫命啦吼。出来记20章所记载的是10条诫命的颁布，迄是第一届。了后，因为因去拜偶像吼，金牛摩西将迄个法版甲伊削歹了，上帝搁一届来颁布吼，然后即个了后接续20章到40章吼，即个写毋对吼，20章到40章拢咧记载摩西颁布上帝的律法，诚做因属灵生活甲道德生活的标准吼。这两项是足重要的啦吼，因为以色列人伫埃及已经学着埃及一寡足歹的文化甲道德即个论述吼，所以用这的规范要甲因带倒转来伫正道顶悬吼。当然最主要是要过一个属灵的生活啦吼。好，伊的分段吼，分段有逐个圣经学者的讲法拢无共款啦吼。我互咱的资料甲我即摆放伫PowerPoint是两个版本吼。我互咱的资料是对英语版的来看的吼，英语版写的吼，分段甲
咱中文翻译了后即个分段吼，佫无啥共款吼。大概咱大家看者吼，有差小可，无差介济啦吼。咱拄则有讲着讲，大部分出来及记拢咧讲着摩西的第三个40章。伊第一个40章写伫即个2章第1节到15节尔定，吼。第二个40章伫第2章的16节到25节，拢非常非常的短，吼。几节经文就讲40章的生活，吼。即个第3章以后，才是咧讲着伊伫米甸的生活，安怎上帝甲伊呼召，互伊看到，甲伊呼召，然后过来就是伊倒转去伫即个埃及甲法老伫遐咧讲话吼，大概是安尼啦吼。这是我画另外一张出来及记的图吼。好，所以12章因开始出去了后，过红海伫旷野生活，拄着无水通啉，无通食，有烟吞，有玛纳，吼，过来佫有叶忒罗会出现，吼，等等遮的代志吼。第3段就开始伫19章，就是咧讲着西奈山下骹的生活。西奈山下骹的生活是上重要，就是诫命的建立。所以以色列咱咧讲宗教也好，还是讲因的族群也好，因会当叫做西奈宗教啦，吼。因为因的上重要的10条诫命，甲因所有的律法，拢是伫西奈山的下骹，对19章开始，20章以后，吼，咱拄则看到40章，拢咧讲着诫命，吼，拢咧诫命，吼了后才去讲着要安怎制作会幕，内底器具安怎做，吼，伊内底内装要安怎做，等等遮的代志，过来设立着即个祭司的制度，开始讲着敬拜，吼，开始讲着敬拜上帝的代志。所以，咱咧讲犹太宗教，其实咱用西奈宗教拢不为过啦，吼，这拢真下伫因事实上。即个宗教会建立的一个所在安尼吼。好，咧读出来及记的过程的中间，咱会去拄着一寡记载有小可无共款的所在吼。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伫圣经摩西5经内底有几个无共款的来源的资料啦吼。好，当然，上简单的一个记忆就是讲，摩西出世的时代，伊要安怎会通知影上帝创造亚当，佫有佤，佫有以诺，佫有遮有诶无诶人，伊要哪知影遮代志安尼啦吼。这是上简单的疑问啦吼。当然，咱嘛会当知影讲，这是真有可能是。拄则咧讲的口述，吼，但是问题是伫埃及即个以色列人佫袂记得上帝安尼吼，到底是安怎来？这咱无法度去查，但是咱伫咱的生活中间，咱真对伫信心的方面，咱知影讲上帝会启示吼，会启示启示摩西记载伫伊进前所发生遮个所有的代志啦吼。这个是伫保罗的提摩太后书第3章16节到17节嘛，讲真清楚。伊讲全部圣经是受到上帝圣神的感动来写的吼。对伫安尼来教示真理、指责错误、纠正过错吼。只是人生的道路吼，我想这个启示论，咱伫信仰顶悬，咱会通接受这个讲法啦吼。过来对伫圣经研究来讲，有较一个较无共款的角度来讲，但一般的信徒有当时读着这，伊会感觉讲，这吼拍破咱的信仰啦吼。咱会无共款，甲圣经拆甲安尼吼。阮拄读新学院读研究所的时阵吼，
大概研究所第1年吼，阮着爱做一项代志。读旧约的时呢，阮着爱将圣经摕起来，摩西5经开始去分析，翻译出来无共款的写法咧，用无共款的笔吼。我本来要翕互咱看吼，结果我发现讲我搬厝的时阵，我迄本圣经吼，当甲包起来运去屏东安尼吼所以无法度互咱看。阮当初时吼，迄是第1学期的成绩呢吼，一定爱画吼才有成绩吼。若是咧做这个研究了解时阵，有真侪同学讲哦，这拆离阮的信用啊，圣经的话哪会当安尼甲拆开啦吼？不过伊这有某一部分的好处，就是讲帮助咱对无共款的角度咧看上帝吼。咱咧讲，用戴不同的眼镜啦吼，咱戴无共款的目镜咧看上帝。要怎讲呢？好若亲像咱咧讲无共款的教派，无共款的教派，伊有家己的制度，有家己的教义，有家己的规范，吼伫这个过程的中间，咱透过无共款的做法，解说圣经的角度，咧认捌上帝，但是这上帝是同一个。无论你是信义会，无论是你浸信会，无论是你天主教还是长老教会，你用无共款的角度咧认捌同一个上帝。我想用安尼来了解吼。所以伫5经内底有4个无共款的传统吼。伫咱的互咱的资料内底，咱会当看较清楚，咱会慢慢看。有问题咱再来讨论啦吼。一个就是叫做耶和华殿吼，雅伟吼，这一点吼，你可会感觉足奇怪，是安那牧师这一点佫用歪啦吼。其实伫原文的写法是安尼啦，你若用拉丁文，还是用这个希伯来文咧写的时阵是安尼吼。这个念亚啦吼，亚伟吼，所以这是英语的翻译发音啦吼，亚伟吼。所以是无共款吼。这是希伯来文的这个字啦吼。就是咱若去看好本的圣经，所有称耶和华上帝，这个耶和华，就是这个资料的来源啦吼。伊这资料来源吼，这是大概咱会当对创世纪第2章就开始看到上帝家己称耶和华以色列人真趣味，伊吼毋但见到上帝的面，嘛毋敢称上帝的名啦吼。所以这个伊毋敢讲耶话，着变做耶和华伊有一寡变音吼，方法来讲安尼吼。这叫做这一点啦吼。伫阮圣经的研究中间吼，我想这互咱了解就好啦吼。咱莫造成咱的即种困扰吼。但是你若有趣味，你嘛咱会当去继续来讲啦吼。另外一个叫做依点吼 ，ABCDE 的依啦吼。依点我捌伫讲道中间甲咱分享过，特别我若讲到三一上帝的时阵，我拢会讲到这个字啦吼。这个字伫圣经伫创世纪以来，这个五经内底，你若看到写上帝，吼，看到上帝吼，迄个原文就是 Elohim 就是咧讲上帝还是神，伊是复数啦吼。所以对这个角度会当帮助咱来了解三一上帝的概念吼。三一上帝的概念啦吼。像这个过去这礼拜我咧讲到迄个这个圣派翠克节迄个神父伊用迄个幸运草3叶来譬如三一上帝，嘛真趣味啦吼，嘛真趣味吼。这是 Elohim 吼的传统啦吼。好，另外一个是 P 啦吼 ，P 就是 priest 吼 ，priestly 吼，就是祭司殿啦吼，就是对祭司的角度来去记载上帝。这伊咧记载的时阵，就会有一寡无共款的物件走出来，比如讲，伊就真注重讲到祭司的代志，所以比如讲摩西伊逃走的时阵，走去迄个
缅甸的抗议去拄着的第一个人就是缅甸祭司的查某囝，就咱会当对这个角度去看，就讲摩西上帝拄开始要甲批判的时阵，就是对祭司的角度咧认捌上帝，将来要来服侍上帝，这一个祭司的角度。然后比较较大的差别的问题，其实出来毋是伫出来及记应该是伫创世纪创世纪第6章19节到第7章第2节，你若转去咱才并一下咧讲到哪爱大船的中间也有一个公的一个母的，也有7个公的7个母的，到底是一个公一个母，还是7个公7个母？其实拢对啦，其实拢对，就是伊的角度无共款你若一般咱咧讲到伊咧记载讲上帝为着要传宗接代，所以伊拢留一公一母，这无问题，这无问题。但是伊谁会记载讲有7公7母我用经文伫这个所在互咱来看第6章伊安尼写啦既然有花有肉的活米每个两个每一项两个，一个公一个母这足清楚，伊咧讲着伊的目的伫遮20节咧后壁，通好保全性命，就是讲要互因会当延续性命要互因延续性命安尼但是伫第7章第1节到第4节，伊安尼讲，耶和华对哪讲：你甲你的全家拢要进入伫迄个大船，因为伫这个世代，我看你是伫我面前是义人既然清气的，这精生带7公7母，无清气的爱带1公1母。好来，咱转来讲1公1母就是要互伊延续性命。你知影犹太人对摩西的律法开始咧制定了后，无清气的应该会当食，袂当食，所以迄着延续性命过来呢，7公7母，为什么要爱7公7母？这其中有一个公一个母是要延续性命的，然后呢，有洁净的会当互因食，搁爱留落来创啥物货？爱献祭无你若拢总1公1母，献祭了就无去所以有对无共款的传统记载，会当帮助咱对伫当初时因咧认捌上帝咧服侍上帝的角度啦所以咱知影讲1公1母，咱倒转来遮1公1母就是要保全性命20节嘛是讲保全性命伫这所在无清气的1公1母是延续性命，保全性命；7公7母这包括延续性命，过来献祭，过来互因食，袂要食啥就是我想咱用安尼了解，咱就真清楚像祭司典有伊的角度有伊的角度安尼好这是我想对遮咱就知影另外一个叫做低点啦低点就是申命记啦整个的申命记拢归伫这个低点内底所以伫差不多是摩西五经内底，咱拢会当看到这头前这3个这申命记才是另外一个迄个好嘛因为安尼申命记有比较较新的这几差不多10几档以来有一个新的讲法啦将近20档就是讲摩西只有写4经啦申命记是另外一个独立的传统安尼啦不过这拢是圣经学家的一种研究甲思考，我想介绍互咱知影就好啦就是讲咱有当时会当去了解知影较重要是咱要对圣经内底去看到讲上帝要启示咱伊的救恩的代志啦我互咱的资料内底上落尾我讲到一个叫做偷放神学啦偷放神学对咱来讲嘛是较要怎讲较无介先较无关系啦因为偷放神学的发展是对伫南美洲
咱一般讲迄个拉丁美洲啦吼开始的吼，伫迄个所在因开始来借着出埃及的圣经的信仰去看到人是爱有公义、爱有平等吼。但是真可惜的讲，南美伫即个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脱离即个殖民的统治，到因有独立的国家，但是到落尾单直接进入伫军事独裁。真正的解放神学变做干那一个工具甲去互利用的物件。伊背后所带入来有迄个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伫迄个内底吼。所以你若即摆来看吼，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南美洲还佫足落伍吼，还佫足落伍。所以咱会当知影讲，这是真可惜的代志吼。但是伫迄个时代所发展出来的解放神学，其实毋是干那留伫拉丁美洲尔吼。到落尾，换那探到伫全世界有受到讨棒神学的影响啦吼。亲像咱台湾的即种自由民主的追求，咱会当有总统的选举立法委员的选举，这拢受到讨棒神学的影响，这种加减拢有啦吼。包括南非白人政治的即个帮落吼，这拢也甲这拢有关系吼。这拢影响着全世界迄个民主主义的一个发展啦吼。这甲出埃及上帝差遣摩西去伫埃及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叫做解放吼，解放释放吼，大概是安尼概念吼，去延伸出来的一寡物件吼。资料寄互咱才慢慢来看安尼啦吼，嘿，吼，大概概论顶悬先甲咱讲到遮啦吼，就是讲整个的出埃及记这40章的中间吼，咱才慢慢来记载安尼啦吼，来讨论来做伙分享啦吼，嘿，好，有问题无？佮咱讲者啦，杨豪姐即马伫病院讲有呼吸困难的现象吼，所以文博长老甲梅花姐即马赶去伫病院，咱才为因祈祷安尼啦吼，嘿。有啥物要问的无？讨棒神学敢干若伫南美洲遐较有？那对了。讨棒神学，敢若南美洲遐较有？解放神学。对。像亚洲还是非洲敢无？对遐发展出来啦吼。我拄则有讲嘛，咱台湾其实嘛受到这影响吼，所以咱开始有一寡伫美国，还是伫加拿大，还是甚至有一寡伫巴西的台湾移民，早期的移民，因会带转来一寡讨棒的思想，所以咱伫迄个戒严要到伫戒严即个过程的中间，其实甲即个思想是足有关系吼。咱知影伫台湾的遮的咱咧讲的民主运动的人士吼，足侪是拢教会人，足侪是长老教会人。因为拢早期出去伫国外，受到遐影响，倒转来伫台湾影响，甚至咱讲台湾伫中美断交了后，吼，咱去互赶出来联合国以外了后，所有甲美国的国会对话，拢毋是咱政府做会到，拢是遮的台侨替咱伫即个像咱讲法拍，咱嘛知啦吼。因拢伫咧国会咧替咱争取即个国际的地位吼，甲一寡机会安尼吼。南非
咱咧讲白人至上的这个政策吼，黑奴等等的遮嘛是到尾嘛受到这影响，所以咱咧讲曼德拉落尾因嘛是伫迄个所在来争取因的自由民主吼，啊，黑人会当参政吼，等等遮其实拢有受影响伫咧啦，啊，因为透放新学第一个受到冲击的，就是罗马天主教的教廷。啊，罗马天主教教廷是伫欧洲，伫意大利，吼，伫意大利，所以因即个部分甲南美洲直接着甲欧洲有思想的冲突啊，吼，有思想的冲突啊，甚至伫即个迄个教宗换人了后。尾仔一个是德国的主教起来做教宗，南美洲遮的天主教就开始反抗教廷啦吼。为什么因感觉讲恁还阁用别人思考咧看宗教的即个制度体制甲遮的物件，所以因拢无法度接受啦。啊，甲伫后壁即几任才有机会有南美洲的主教入去伫教廷的内底吼。啊，有做主教安尼吼，所以啊，佫有东欧的开始会当入去吼，所以咱会当看着讲，其实即个透放神学尾啊影响是不哩看啦吼，不哩看，咱有当时咱毋知影讲啊，迄就是透放神学的影响吼，其实即个冲击有真大啦吼，伫天主教的体制内底，其实有足侪的辩论为着这项代志。因为咱知影过去的殖民政治是将天主教杀去全世界，包括南美洲的统治，拢是因为殖民政治，然后宣教师才对咧行，啊，甲即个信仰带到伫迄个所在。但是慢慢因本土化了后，因就开始有无共款角度的思考安尼，吼咱天主教伊就本身就会直接因有一个对话啦。梵蒂冈的会议中间有咱讲梵二吼，梵二内底就对透放神学就讨论介济吼，咧讲着真济即个部分安尼吼，影响其实是足快啦。佫有无？好，无咱请迄个朱院长来助咱祈祷好无？敢有听到？有听麦到。安尼有听到吗？有，安尼有听到。嘿，所以做一个好一个祈祷啦吼。好，我大家来感谢，谢谢主上帝，我感谢你，今日伫一个时间，会当透过牧师，互阮对出埃及有一个概略的了解，主，阮感谢你。即时为着正阳好姊妹，阮大家同心来祈祷，由于即时阮主公病院。伊有呼吸的困难，主要说求你来怜悯，在年中者求你一个时阵，精神临到伊的中间来照顾伊伫伊。阮知阮无法度做啥物，只是阮会当来求主，伊来帮咱伊伫照顾来互伊会当紧来恢复呼吸的正常。主上帝，求你保守甲看顾，阮嘛更加将阮教会的事工，搁在即届仰望伫你的手中，求你亲自来带领。相信主要说你伫较会来保守看顾坚定的事工，搁有各种的社区的事工，教会整个的圣工，都求你施恩看顾。互阮每一个人会当稳魂拍拼来侍奉你，会当透过你的话，透过圣经的真理
会当互阮得到启示甲帮赞。祝阮感谢奥罗你，安尼咧面前恭敬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阿妹。好，谢谢大家。